接下来继续唱260首，我在这里赞美。我先唱母语的啊，再唱国语的，要让你洗脚了。
备，我们一起坐下。最后，我们用292首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292首，我的语真可慕。国语先唱1遍，再唱母语。因为今天是兄弟主日礼拜，所以他们非常的卖力服装不是很整齐，但是唱歌都很整齐。好，谢谢他们。那个兄弟那个主日礼拜的那个奉献在每一个一定要哦，每一个一定要有。好，谢谢。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先把我们的手机关到静音或是关机，我们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宣宗，嘎拉巴拉巴伊，嘎普达布拉布拉比，杜萨阿道，ayat tua tujuh ada mawan kina tamakaya noa semas mota muktul. 赞美诗歌在台湾圣诗第8首，请会众起立。
我们唱母语的部分就好了。努力。亲爱的天父，感谢您，今天是兄弟主日礼拜，在这里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赐给我们智慧、能力与信心，帮助我们在家庭中尽责任，在职场上荣耀你，在教会里忠心服侍。也求你让我们常常亲近你，明白你的旨意，遵循你的话语，使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与美好的见证人。也在这里求主能够赐福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弟兄姐妹及长者，使大家都能够身心灵都能平安与喜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接下来读经，我们请我们的弟兄陈明德以及高礼忠。看一下创世纪第10章19到21节，也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这个是雅各死了以后，约瑟对他们的兄弟所说的话。第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21节，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上帝的话。大家平安。老瓜你为你妈都你Yusa Maya Maku ini kaken makaya rumah tua baru nuah semas anu baru uri pasal abai mun ka nuakeun nakua azua nu nakuya senang nangwa anga nuah semas saka mawan angata azua nu inutan kata isangas kata sangas kai makayana lalu kurubu cao Dalide lucu saka maya marku ala ku kila dengan pun katua maka nu ala ayai Yamadu ni Yusuf semasa saka na masasa Yamadu Pauli aisu kai masmas好，谢谢我们两位弟兄的读经。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弟兄团契要来献诗。我们今天所要献诗的2首歌都是老歌，然后翻成转成那个圣诗的部分那个歌词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好，命怎么等个，然后那个也是来，来我们弟兄团契。我们要叫那上是那Jemari。
马迪玛良带着兄弟团契，因为他们特别看重今天的日子，所以今天所唱的歌也都非常的特别。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牧师为我们这个讲道，成为真男人。大家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是为着我们无论是中会的兄弟事工部，或者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兄弟组织，都在这个组织一起来举办。那既然是兄弟，那牧师今天就特别从这个主题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成为一个真男人。在这个时代，什么是真男人？真男人怎么讲？有没有形容词？日语叫豆腐嘛，对不对？台语呢？港珠海。港珠海。广州车港珠海吗？台湾就叫搞华来人呀。还有没有？那个卢开组的，有没有啊？没有来，被点到。哎呀，有来。你们卢开组真男人怎么讲？啥来诺亚是好看的，帅哥呢？那个阿妹就，那个主语老师，发表一下。Kata mainnya tu？ 好，听到就好。这每一个族群都有形容男孩子真男人的意思，但是偏偏在这个时代当中，世俗的标准告诉我们，男人要怎么样？顶梁柱。要成为顶梁柱。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要会赚钱；在家庭当中，你要有 power； 在外面，你要赢得所有的争夺，无论是地位的、金钱的，或者是荣誉的，甚至在负面来讲的话，可能也告诉我们说，一个真男人，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里面有的是会带来伤害，会带来挫折，对男生来讲不一定是好事。说高安呢，因为这个嘛，这里显然的，你说在一米，哇，高那样的位置，这里这个这里下，maka kita tangzan, maka kita kehilangan. Nagiwan sa gidan to kinatsamugulan, napapumanguan to kinatsamugulan. Maka pausi, to mereka kinatsamugulan ni Madu. Karena itu adalah Zuma. Dakwah nung namatazua sa tamarong kinunati ang sa mereka wala alay, iso sa ikapadalo. Iso na pasariwa. Sabi mo siya dito, akay ni Yosef. Pakinamdum to ang mga tao na masangkaw wala yan, napakawazatin to ang pinakazulan ni Yosef. 我们今天特别从约瑟的经验，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属灵的真男人。我们都知道他的遭遇，我们也看到他被破坏，然后被卖到埃及。然后圣经里面的情节里面看到的历史背景是，这些曾经害他的兄弟没有食物了，要来到埃及买粮食。对约瑟来讲，这些害他的哥哥们，他其实可以很轻易的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圣经里面记载里面，他哭了。他看了这些对他
又恐惧又羞愧的兄弟们，展现出了一个真男人的属灵高度。有时候也是那边那么高点那边，baik kami yang ada berdiri tu rami pasal bahasa hiji butuh, aki hubungan tu zaman yang sampai yang baru, betul yang baru, nama sirkutan, siapa? Tapi itu garam ni Yosihu, madu ni kita dah baca itu cah, pasal apa itu cah mereka, betul ni mereka apa? Ini kan nama tajuan Yosihu. Kita sisiu mau sa papatsun to sa kaulidan na masaw to simas. Kung namatay mo si patsun na si kipusun sa kanan si kinun naman mo kaulidan na walay. Kawalayan ay sa sarwan. 我们从耶稣的行动里面看到第一个真男人，他真正的勇敢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第一句话是什么？说不要害怕。 我怎么能够代替神？一般人来讲，我们人甚至是男生，我们天生就是会喜欢掌控，掌控我的家庭，因为那个代表的权利、代表的地位、代表的尊严被尊荣。在职场上，我们会拼得你死我活，因为我们要掌握住我们的升迁的管道。在家庭当中，我们为了让家里人听我们的话，我们要掌控家庭里面的秩序，或者是 任何的问题，而这考完的呢上什么神？一做考虑的那ngaruh ni masuk rumah kaya, icungan tu mereka menggai. Aja sang si ewu ni Yosef utan mereka betul ni madu, memang kod. Kemudian kenaru kita wali tua cemas, saya bang dalam. 侬操操一点，侬话来一点，你说侬等来点就听着嘛呐，给人等待。还有个itu ada yang sembilan, ada sekian, ada lah, ada butik salingan itu kita mana untintik, kita mana kira-kira. Nama yang diwajib ini sesawa, itu ada sengsengan, Mari ini kita tahu tu dah sengsengan tu rumah kaya kita lai bapa. Tu kita nak masa tirai. Nama tu juga kita cakap, nama tu juga kita buat alai. 香港的当如果我们是被冒犯、被背叛、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人里面那个法官的面具就会跑出来。那个面具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批判。 开始反击，开始去伤害。但约瑟没有这样，他很清醒，因为他知道那个审判、那个定罪是在于上帝。即使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但是他相信审判在上帝。一般的男生常常会用报复或者反击，甚至伤害。 来掩饰内在的软弱，但是一个属灵的真男人，他是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问题，然后他放下了那个从内在产生的批判、反击跟审判的追求。侬应该给咱认真哦了哩，侬上面的认真，嘛得了的那对吧？我那不一样的早早。 Ada mereka saibam, ada mereka lumpuya. Lepas di Yosihu ini kan nama tazwa, kemudian di maju. Woi tu nas pasal dia, woi tu di maju maju dah kemudian tu itu semas mana beri nak saibam dan nama tazwa mendai. Lepas tu nas cocok dan maju itu nama tazwa, tak benar. Tak pasal apa ya? Tak keisban. Mila tu tak menggunakan cocok. Lepas tu kau ni kan cocok apa daya jauh buat saluran teo. Kemudian tak perlu tanya malu. Kemudian tu bapa ni nama tu tak payah ada apa. Ijo malu ni malu.
Maura dan nama kazo dewa. Au si serapai no kena cengkelan. Au si serapai no macam sampai no marcikan no marana baru detik. Sekarang 针对我们的一个第一个挑战，就是在你的家里，你的婚姻关系里面，你的家庭关系里面，你的兄弟手足的关系里面，你能不能放下那个你认为你永远是对的态度或者是面子？你愿不愿意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并不是永远是对的。然后也愿意将那个有一些的伤害、有一些的情绪，把声音跟审判权利交给神，这样你就不会累积那个内在里面的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伤害。因为我这么说。Pacun masuk yang sembilan, pacun masuk yang sembilan dan macikan, pacun masuk macam itu masuk betek. Mereka sudah ini kan pacun, ini kita menunggu tisu mana kira-kira no caw-caw nga. Selain sunnah minta tipuan, selain sunnah kilinguan, selain sunnah temora terjatuh baru masuk tiga teman. Kalau benar, perlu mengkuya, diserapai untuk yang sembilan. Sasu musim apa itu semua mana, semua sama aki pusing senganan. Sama seorang pada itu ada sudah mati rutin asu sarpuyan, asu duduan, asu samazan. Jadi kan masa tadi selapai orang yang sembilan itu, nama sebesar kira. 他作为一个真男人，要有真的远见，跳脱现在你所遇见的事情，像。 约瑟的话就是跳脱受害者的心态，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大能。为什么我说约瑟？约瑟他说什么？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所有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看见的不是那个兄弟之间的恩怨，他没有被绑在那里。 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体验到上帝让他到埃及，其实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是要让很多的人因他的政策，然后埃及丰收，可以养活周遭所有不少的人的生命。他对他们的恶意是真的，因为他们讨厌约瑟，所以把他卖到埃及去。 甚至回去跟他爸爸汇报说，他被野兽吃了。约瑟受苦也是受害，也是真的啊。他被卖到当仆人，然后后来又被诬陷，然后到监狱里面去。可是约瑟没有让自己就被锁死在那个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被关、被卖。 的剧本里面而已。有没有想到一个那话来，高外来人，maka na itsada da si pacunan. Ini ka pacuntin da semua tu so ada kamaya pacuntin tuan mga tabaru na cemas. Tada si pacucung da itu, pati yusihu iu. Kata sama satu warung, uro pasrampai muntan maka. Nako da warung na cemas. Izwa ma da nangwa warung cemas. Akika ko cemas. Duri makaya pada waktu itu mereka nasi na dulu wacau-wacau macam-macam. Kaya so mereka betul ni Yusihu. Kaulidan na kuya. Oti Yusihu namanya kaulidan na serampai gimana? Dapat Yusihu ini kan mengatai gimana tu? Kinunung tu si paburi gimana? Serampai gimana? Amin ada. Ika isu akan dapat sesuatu gimana? Pacun gimana tu aja? Baru nak cemas. Pacun gimana tu anma ina semua nak cemas tu. Remarwai gimana tu anma ada baru nak cemas.
但是我们说的相貌，他是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见上帝，他是被卖、被关、被污蔑，然后又变成埃及宰相，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看见了神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神呼召我们，男生女生，在今天主日我要说男生们、男人们，你们成为家庭跟教会的守望者跟领袖。有一个领袖，他的价值在于他的眼界如何。如果一个男人只盯着自己家庭当中现在所面对的经济压力，每天盯着上帝是妻子，唠叨抱怨，或常常在那个手足计较当中走不出来、爬不出来，那在这样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抱怨里面，这个男人在家庭里面，他会充满了牢骚，充满了苦毒，那根本就看不到上帝的主。有时候semula to masa lima to pagawad sarwan. Sa patsun di madu to anu mga ta imi to cimpabrian di madu. Ailman di madu. Samasan tarawan to irai iwa sa ijibutu. Manu na matay no baru kay imad. Baik itu na marga wala alay. Dinamtun no sunay tumasan ro palawa-lawa. Ro sumasa-sasaw. Mana pun ciu-ciu, yung naman na doon simbabay na tsumata niya wala niya sangsangan ni wajib kirukai wajib tuma. Ama kaya kalaway na tsumas pito izua macha ni mado kita salo na patsun tu namatay na barong na tsumas. Ay ato anu namade ni kami tuma to sa aya ka ng tiwa mata dekan mata paisu ya badalo ta paisu anmar ta gurin amata sa durungan. Nomi naman ta cipta ta si ay biru ta lauto mo ta lauto mo sa siya lang. Ha? Mani-mani? Ha? Mani-mani ya? 我没有讲过这个话，那你我那块儿好像没有这个话。Noami na nga sa kinandanday. Noami na nga sa mariuli mo, marututu, tata sauzayan na yan, tuwasa ata kadunangan na yan. Ato tsao na matazo wanay. Sepulaan na sa marka na kuya-kuya waro aking naman. Sepulaan na sa durungan, sepulaan na aw. Nameda gibilan to sa kuya niyo di katsao. 那么的做，所以我们常常掉入到那个小的格局当中，我们自己现在遇到的状况的格局当中，没有办法看见上帝心意跟主，所以上帝今天透过耶稣的例子要扩大我们的格局、视野的格局。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我的家现在可能碰到很多的风浪，可能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状况，可能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状况，可能经济上面有一些状况，可能在工作上面有一些状况，这些家庭的风浪，有时候会讲说上帝啊，怎么会这样？耶稣不是也走过这一条吗？他也讲说，为什么我的哥哥要卖我？为什么那个长官的夫人要污蔑我？可是，在那经验里面，神直接告诉我们说，这些你所遇到的事情，不是要毁灭你，而是要熬夜你，打开你的格局，看见我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真男人，要学会怎么带领家人，在逆境当中，甚至顺境当中，来仰望神的掌权。学习怎么宣告。我虽然现在是这样，好像是负面的，但是愿意宣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
Saka tu semua acemas. Ulang-ulang ka na maatay ito di sepatsunan ni wajib ito di serapay wajib kacamong kamaya. Lagi sepatsunan tu asal derungan, patsunan tu amangday tu sekian semudian. Lalu maya mari, isu acemas. Namanya tu siwa di paburi, eleven. Lalu ikan amari acemas. Sakay naman kau alayan. Ano masa utot acemas? Macawa cimiu tu kian semudian. Air tu sepatsunan tu si serapai, air kan nama dengan muat tu kian semudian. Talamu tu garam acemas. Talamu tu orang cimiu acemas. Talamu tu ismaya acemas. Boleh tak? Di三个是有肩膀，愿意承担。约瑟在做第三个举动的时候，彻底展现了男人的担当。圣经上他怎么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跟你们的孩子。在面对这些人的背叛，面对这些人的对他的恐惧，约瑟却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他愿意一肩扛起喂养他的兄弟、喂养他兄弟家族的责任。而这个成就，宇宙阿万的那责任，宇宙阿万的那个什么问题？有时候。Maksud mereka berarti ni madu nama cula akan sebenarnya. Maksud di madu tu maka di madu cuma beri tu usahakan salingan mau bertek di madu. Saya dah sisi ayu tu semua maya malu kot. Kalau bapa usi penumon, bapa balu penumon, arti mon anu ada. Ayah ibu di usi tu nak pasuriwa di madu, nak beri di madu mereka bertek di madu semasa. 这些要被养活的哥哥们夺走了约瑟的童年青春，但约瑟却选择了去养活这群伤害他的人，甚至养活他的下一代。这是真男人的肩膀，那个肩膀来自于真正的和解跟重建。我们常常在我们与神的冲突当中，常常会想说放偏了。 这是大陆的用语叫翻篇。我们可能讲说啊，没事的，过了，我不怪你。有时候我们都放在口里面而已，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和解，没有真正的愿意去重建那个新的关系。属于成熟的真男人，他愿意为这个整个家庭。 为了这个整个家族，他愿意跪下来。跪下来有很多意思。第一个是你谦卑下来，放下自己那个觉得自己是领袖的面子。跪下来是愿意改变态度。跪下来是愿意为这样的事情为自己祷告，跟为家族祷告。跪下来是愿意吃亏。 哪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失去面子；哪怕是在这个过程重建的过程当中，我要忍受我家人的一些的冷嘲热讽。但是如果我愿意，我是真男人，我就要扛起来，我真正去跟他和解，真正的跟他重建关系。在考虑到的一种阿曼的也跟。 Mana selain di mana kita tekuana kilungan, selain di mana ki awang ki samula di mana liminnya dah muat nama muat sapila itu mah amar cekal amar ada amar betul dek, madura dengan ini bitangan, ayah bapa pun dah aku terkudai ni, dia dah kuat tamarung ini kan asal muat. Kamayan jenani kamar semua amar cekal amar ada amar betul dek. Lakukan tadi mana ia saluan nak kau dia nak walai. Selain di mana se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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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ng itu
Ini kan kisan Irai, ini kisan mana itu mah aci bersih di wajah itu yang semula. Selain di mana kita terkuat, selain di mana inuri, semua mana inuri, selain di mana semua itu sajulungan, pasangan, kalau di lingkungan kata reminder dua bawa apa capila, mapola. 这个时代不缺乏讲大道理的男人，但这个时代极度缺乏愿意承担的男人。雅各的家族那个破口，仇恨的破口，因为这些哥哥们卖约瑟的这个世主世世代代的仇恨，因为约瑟用他的肩膀用一种和解跟重建堵住了这个破口。而这时代，他们受这个义务，说我akai, dapat kamu kena selesai, atau mau dia semua beri. Kalau nama tazwa sika manguan mungkin sebelah. Ayat soal ribuan mereka mereka ada kini, Yakub. Kalau masan malah sebut dia mana dapat ada kamu dapat di Yosef. Selain di mana mereka kuat, sabi ini di mana mana maka sika ini kasika malikuyan, nak yang sengkelan mereka ada ini Yakub. Jadi 今天，上帝在召醒我们，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愿意在你的家族当中第一个长出的停止伤害的传递，然后开始传递祝福的那个约瑟。今天也在问我们说，你愿意用你的肩膀去扛起那些软弱的家人，甚至不完美的手足？那么也说可以呢，什么主的女的，还有另一种说，虽然你说你amiga sa dito ma. Pasikil to zaman kama sa Twitter. Sa patagila, mo chunto zaman na or kisnay na sa namaya tay Yosef. So yung suini sa mga sumunod at sumaguli ito sa marga na portas kaya sa magalan. So yung suna, tumamura, musalat, tozo, iso libu-libuan mo ang tabagpil.我们没有在做过得过且过，逃避责任，在苦读中达成什么？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是得过且过。我们在家族责任当中，我们逃避责任；我们在很多伤害当中，我们苦读当中，没有希望的，或者没有盼望的生活着。神今天将。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对他的恩膏，对他的改变他的眼界，或者是让约瑟有肩膀，解决到他们家族这些的问题，把伤害变成祝福，这样的赏赐，今天也要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甚至姊妹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会看到你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会有很多的新的希望，很多约瑟的见证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是啊，얼마나 kita sausaw. Ay ka makuda o si kuda kisang namaya. Ay jo o amada si Ewa maya o wasal Twitter. Dapat sarpian ada tuan itu ada baru ini kan masuk Arab. Oh sih jai. Begitu semua marah tak sama tak Yosua tak pasal tuan. Ina ben di mana tu aku semua yang semua nama tu Maria si Tiakan.
Binaban diusiu tu magai tu patsun tu za mana baru macam. Binaban diusiu tu za aman ni madu makaya piksu ni madu. Tipu sengaja kaki su tu mana mundai tu mana madu. Namanya sadi madu bawa itu nusu. Nusu lagi kan ti namanya mata. Ayat kaki yang sebelah di kiri kau tu tak kiri yang diusiu. Atau kiri kiri kau tu piksu nak semas. Dapat jom masa kita dah kusi, piksu tadi tentang apa pula. 有几个要跟大家一起来，你跟上帝要求的话，第一个你要向上帝要求说，我不要再逃避，我愿意放下我的面子。第二个你要跟上帝说，请能够记在手，我把家中的伤害跟主权和审判都放交在你手里面。第三个是你要跟上帝求说，求你拉开或者打开我属灵的视线。 让我看见上帝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对我的家庭、对我自己、对我的教会，他的美意是什么？最后，你要跟上帝求，主啊，求你是我约瑟的肩膀，我愿意起来担当我的家庭，承担我的家庭，我的下一代跟我所在的教会。 Kiawi itu semua yang itu. Ulah kena ni kami ada mato. Kena alayan itu mah. Ulah kena makaya atau orang minta tekuan tu. Makanya kena minta tekuan. Atau orang tu zaman nama sampai sikit sengar. Usaha dia kan tu makaya kena makaya. Kemudian tu ini kena makaya kita wanita semas. Saya cuma mana jika saya berkuyan, si saya bangan, garang boleh pagawa dan esok. Masa itu kau tu semas, saya aku pembaca pacun tu ada mana ada su ini yang ngomong itu itu su cuman ini macam kacauan, awal diulitan. Kau itu semas bila itu namanya tu, awal diusiu, selain yang digacar. Selain macam beri, itu aku kena cempedan, itu aku tebili-bili, itu aku kiukai. Aje yang mapuda dengan pembicara hari kai beri, aku saya takkan. Mana-mana sebenarnya kamu cemas, pokoknya di usia mumala cungcuk dengan baru. Sampai tu coba macam tu jadi kipanten tu mereka sensengan wala alai ikiukai itu kiukai. So pilih mereka wala alai itu masan itu mak. Namanya nak kita tangzan, nak kita ulaungan, nama sang kama-kama, itu mah, wajah kiugai. Jaga parton ni kama cemas, jadi kita berada mentone sikini, ijuanu, hingga benaraman na tamakya tu neremdakan tu picunya aku mana aku amane madi kama cemas. Sebagai dia usiwa temulu tanaman, namanya dia usiwa na yang serapayan. Namanya diusiwa sini boleh sebelum mereka betik, pabrik mereka betik dakwa kama semas. Ini kan nama ada di madu tu Israel di madu. Nota sebelum dia ada wajikan tak kembang di madu tu ada sugar. Baik kama sajirai di madu wajib ijibutu. Mana si kabar tu turun wajah mana nama tainua. Walau macam mana dia kembang. Akhirnya nama di madu. Ilmuwan di madu tu mereka betul di madu. Sahaja ini di madu aja mereka nasi aujipan di madu betul di madu kita beri lagi yang sembilan. Kata tu wajah Jawa di parimu di wajah ijibutu. Namanya mereka cemas. Kau curiang mana mereka walalai. Ulah nami kacaran. Ai tuma, ai piukai. Tumasan suturi besar. Yo kasih zona nama dia mua. Kasi Johan na matsapol na mereka niya malilit ko na baru mo niya kinungaman. Sa nama makaya na maita, na makaya na makisunay, na makaya na picture, anya kaya sa pagkadan, aso kiukay, kaya kaya inulit kayo mapatangadan, Yesu Kristo. Amen. Amen. 就如同刚刚牧师说的，成为真他们其实真的不简单，但是
我看到，我也相信，在座所有的男人都是爱上教会、爱主的真男人，对不对？对吗？对。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兄弟施工部的部长苏志明部长来为我们做个请安报告及分享。Kung saya nanti Paridas, saya呢玉泉哦。好，我们欢迎我们的部长。你的走法很像到议事厅的样子。牧师，关键是黄色的那个黄色。可能跟李忠太久没有合作了啦哈，因为以前我们是同事，所以没有默契哦。好，牧师以及长老、执事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兄弟施工部能够来到我们北业教会来做请安报告。那待会有时间我也会做一点分享。在我的生命当中，神如何带领？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影片，看一段影片之后，我再开始做报告。那在还没有播放之前，我还是先自我介绍，我是有了吗，李总？好，开始。好，音乐可以再大声一点。好，这是今年我们的主题，跟随女角中。好，这是我们第12届的干部，这是我们的议长。不是自己单打独自前进，而是在主里成为好兄弟。有人祷告，这是我们周伟，我们的顾问。有人服侍，这是我们田部长。主的恩典天这是我。兄弟连接就是爱的根基。会场联谊，彼此分享感动，感不造就生命重新被用。插进引力出话语在流动，是个光火让敬拜更火红。肢体关怀不是嘴巴说，需要时候这个是在去年我们兄弟施工部去做会，那这个是在今年我们高队复原的母亲。看雄关的动作就知道有活力，准备冲出去了。一起唱，主爱在心中。一起跳，神灵大感动。兄弟手牵手，永远向前冲。不平而遇事动，继续推动，天天摆上，主都放在心中。虽然经费常常捉襟见肘，但是上帝恩典总是够用。做出弟兄翻越山林相逢，因此出发，带着满满笑容，这个分享火热，直到泪流，在主与我们原来都相同。玉山神学院，我们来献功，一下车后直接开始动工，歌草流汗积极，轰隆轰隆，越做心里反而越是感动。有人滴水，有人默默不空，不用开口也知道怎么动。短短1天半却热血汹涌，服侍主的人真的最光荣。一起走，跟随主脚走。一起唱，主爱在心中。永远向前冲，一起走，跟随主脚走。一起唱，主爱在心中。
手，永远向前冲。好，这是我们今年度的主题歌，就是跟随主脚踪，也就是欢迎所有的弟兄们啊，今天透过牧师这样的分享后，也领受很多。那翻到我们的请安报告。好，这个时候我来做请安报告，在我们施工，然后从第一个，那我先介绍我们的顾问。今年度的顾问是我们陈信官牧师啊，是春日教会的驻堂牧师。好，这是我们前任部长，也是我们张正雄顾问。这是我们组的干事，我们牧师就是英杰牧师。这是我是刚才都没介绍他们哪里的呢？好，我是玉泉教会的执事。所以我是部长。好，这是达湾的长老。这个就应该很熟悉了哈，是我们雄关他也是我们马家区联导网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的书记。那他当书记的时候，连我们开会在开玩笑，他都记起来呢。所以他太厉害了哦，他像 AI 呢，可以记起来这么多。好。这是我们卜西亮长老，是我们的会计，水门教会的。这是我们的总务陈荣华，是万家教会的执事。好，这是我们白洁清长老，来自新路教会。这是我们陆青松部员，是来自春日区古华教会。这是我们牡丹石门的蔡秋志部员。这是我们马利巴教会的邱汉武长老，这是我们平山教会林永成部员。好，这个是我们大邱教会高志伟部员。好，这是我们前任部长也是顾问，然后因为他顾问也有在跟我们这样做奉献主日的请安报告，所以有把前部长也在 PPT 上面。好，冠全长老也是，然后他也是有我们有请冠全长老也在兄弟事工部的请安报告当中也做一个服事。好，下一页。好，那我要报告今年度的事工今年度的事工在2月份，我们在会长联谊会当中，在玉泉教会，在当中我们建立会长的交流平台。并且能够强化团契领导与使命，凝聚各教会的连结，以及推动团契及发展。因为我们在当中看见许多没有当过会长，或者是惧怕当会长的同工，但是在透过会长联谊会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一起交流。下一页。好，这个是在比马教会3月21号。干部造就会一样的，我们是培育我们所有的干部，然后来做团契核心的领袖，并且在组织的运作力能够强化，并且能够忠心管家的好榜样。当天我们的课程是怎么会计与出纳会计出纳，而且那时候是新版的刚刚开完会的时候，我们就接受到这个课程，因为我们相信从团契就会到大会，所以我们要从团契开始学习，到了大会，相信会更熟悉了好，这个是我们在5月份的一个心灵讲座，也继兄弟团契的诗歌观摩。那在赛家教会5月17号，因为当天是碰到我们马家乡的乡运，所以我们马家区的联导网的同工有几个同工有参与了但是没有关系，还有下半年度，我们一样子可以邀请我们北叶教会的同工来一起参与。在当天呢，参与这个观摩会的也差不多有180个在赛教教会挤得满满的在教会当中。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奉献主日。大概我们从6月份的第2个主日，就是我们兄弟奉献主日。那在当中，当然我们要报告我们兄弟事工部在推展各个的事工，并且能够传递我们兄弟事工的意向、使命并且关怀我们各地区的兄弟团契，以及支持兄弟事工部有序的发展。所以我们每一个部员很希望我们都能够到各个教会去请安，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能够了解教会的团契、兄弟团契，让他们能够知道部会在所推的事工是什么，也让我们部会能够了解教会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在会议当中、在意向当中能够更往前一步。所以部员。我们从6月份开始，各个教会都每一个同工都会去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算雄关的话就4个加上顾问，所以其他同工今天也在各个教会做请安报告。好，下一页。好，这个是7月份，也就是下半年度开始要做的事工，就是查经营。那我们看到相片，我们知道去年。我们是在北业教会来做查经营，当天也是很多人来参加，也很感谢我们北业教会的弟兄以及长老执事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以及停车以及照顾当中，一起来学习圣经以及研读这个真道理。期盼今年我们兄弟团契。在今年度的查经营，在中村教会，我们一起来学习，并且来建立正确信仰的价值观，能够培养读经、分享的好习惯并且就像我们能够活出无论在家庭，无论是在教会或是在社区，能够活出那基督生命的见证力。期盼我们兄弟团契都能够参与的好，这个是下半年度，就是刚才在塞迦教会一样的这下半年度在春日教会，期盼我们兄弟团契能够一起来参与。在当中也会有见证，也会有心灵的讲座。最主要是我们会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凝聚团契情谊的与信心，让我们能够无论在敬拜诗歌，或者是在信仰生命的新动力，都能够成长。期盼我们兄弟团契，然后刚才兄弟团契很多呢，又唱得很好听希望你们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下半年度的诗歌观摩会。好，这个是年度的最后一个施工，然后就是施工的就是年会。也在当中，我们会检视我们今年度的施工的成效，并且能够凝聚我们兄弟团契的意向，说我们明年或是我们往后，我们兄弟施工部团契，我们要如何在这样的新的意向当中一起来前进，并且在当中也会完成组织改选跟传承并且能够规划在年度的施工。这个是我们今年度的施工，年会是最后一项，所以到时候也要请我们教会的会长或干部一起来参与。好，这个刚才那个施工报告，那现在回到我们5饼2鱼，那5饼2鱼也是现在我们兄弟施工部极力在献工的地方，然后这个当中我们要很感谢我们前任部员，也就是冠全长老，然后也许是神给他一个意向，让他看见我们在各个教会，我们虽然在这个教会看起来是很舒服的，但是我们往南边走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教会是没有这么舒适的环境来赞美，一起来领受神的话。所以经过我们兄弟事工部同工讨论
之后提到中委，再提到大会，才有现在开始的5:2与献功。那这个献功呢，主要是以兄弟团契每个月300块，300块。所以，但是我们北业教会他说我们不缴第一次，但是我们全缴呀，3年先缴呢，不知道会不会还要继续给啦吼？他们直接给3年的所有的经费呢。很感谢我们北业教会，无论在奉献、在人力上都能够支持我们。那我们执行的当中，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邱、大美、恒源、旭海。那今年度现在火热烫的，就是长乐教会。因为没有相片，然后还在整理中。长乐教会现在我们在做的施工就是建设新的卫浴厕所、洗手间。我们有去过长乐的都知道，后面那个厕所我们已经全部打掉了。那我们要重新建盖一个新的厕所，也让我们到教会或者是到长乐部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洗手间所以我们在现在开始一直预计在7月底以前，希望能够完成，然后在上半年度的5:2与。好，谢谢。然后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是上一次我跟顾问去场勘的时候，就是长乐教会。长乐教会也不会很近哦，我们从这边大概要2个小时。所以有时候我们顾问跟我为什么带他们2个来？因为他们就是我们主要的施工人员。今年度的板模、扒钢筋都在这边，所以我们那一天去的时候，没有放到雄关的相片他在打地砖我说这个拿枪的怎么会打地砖雄关只是那一天，去1天，他的手可能不能动了啦所以他现在雄关只是还可以吗？可以。雄关只是告诉我们在预审的时候，他跟我们说，雄关只是你的链锯怎么是新的这样？他就说我要为了服侍，我去买新的链锯。太厉害了，雄关。这个是我们在5:2与，然后在长乐，现在已经都已经在开工了。这个是5:2与当中那我刚才没有讲到5:2与，因为它是每个月300块。那一个教会我们都是收半年收一次，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物价上涨，然后发现这些经费完全真的不够。那我们既然是献工，我们去工作，我们是没有收取一些经费的，我们只有买材料的钱。所以你说，因为现在我们5万块以内才能做，说真的很难，真的很难。还好长乐现在是因为他们愿意负担超过的经费，我们才可以下去做5:2与。所以我们邀请。虽然这是团契的啦但是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也可以自行来做奉献让我们在5:2与的这个事工中，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有很好的敬拜的地方。我们曾经看过礼拜堂前面，我们一戳它就倒了，连那个电风扇都没有。连油漆都是脱落的。当我们看见这样子之后，神给我们意向，我们就是要去完成。所以很感谢神，也让我们兄弟的精神呢，我们不止在教会，也不止在部落，我们也都带到各个地方。我知道我们北业教会的兄弟团契也有把这个精神拿到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最大的宗旨，其实就是宗会去带动、去带领我们教会。那教会的团契能够帮助我们
在部落的需要被照顾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了哈。好，这个就是延伸，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茶园的时候来帮忙做粉刷啊，做清洁。下一页，好，这个也是一样哈，这是都是在做搬运。下一页，这个是为什么会有割草呢？那个来源就是我们知道宣教中心前面不好停车，但很感谢神，水门社区的这一块地，这个地主他就说无偿使用，但是我们要帮忙割草，所以我们每一季兄弟事工部会过去割草，也为的就是能够让松年大学或者是去宣教中心开会的，能够有很好的停车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兄弟事工部也在接这个割草的施工，然后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去宣教中心的停车场，可以停到这边，这个不会被骂哈，这已经是跟中会有做协定的哈。好，那这个就是玉山神学院的献工，然后也是今年度火炭炭的这献工呢，我们已经规划已经差不多有3-4年了。那为什么今年能够成型？也就是因为弟兄们的同心祷告，我们看见玉山神学院的学生剩20几个吧。我们过去的时候没有学生，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有没有帮助玉山神学院的事工？其实我们是要跟他们的侍奉周一起来做，但是这样子跟学校协谈之后，我们就利用年假的时间，我们礼拜四下班之后，9台车浩浩荡荡的从屏东开到花莲，开了差不多快6个小时，到6个小时就到花莲。隔天早上6点还没有到，可能我们的同工都比较年轻，都很早起床。我们6点就准备开工，我们就去工作了。那很感谢神，让我们在玉神的献工，一切都很顺利，一切很平安。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代祷，各教会的牧者的代祷，让我们在那一天，无论在我们的行程还有工作，一切都能够很平安，然后让我们因为很多牧者说那一边一定会碰到什么蛇啊，或是什么，但是那2天我们都躺在那边，还是没有看到了哈。很感谢神，那天气也都很好，不会中暑，所以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献工。其实我们也是有跟英杰牧师说，如果男神愿意让我们过去做献工，哪怕是油漆或者是做什么施工都可以接洽，那我们同工都愿意。那我也去各个教会的请安的时候，很多团去的是说，部长，明年度我们可不可以以区域性来去献工？大家都很愿意来参与这个事工，所以我们会拿到部会来做开会，持续的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事工中来祷告。好，这都是部员，然后每一个都有为什么有妇女？因为男生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姐妹就在山下帮我们煮中餐，煮中餐，让我们能够不要为了中餐而赶下来，去准备，所以由我们的妇女来做准备。好，那这个是在6月6号我们交管在圣诗的观摩。诗歌观摩会的时候的交管，那当中我们最感动的是看最右边我们图片嘛没有把录影的放上去了当天我们在做交管的时候，新社教会的同工就说，部长，我可以给你们工作吗？我说可以啊，你说。他就说我们有姐妹要参与比赛，我第一跟他说好啊，可以啊，但是他说你们要帮我们抬上来，然后抬到会场跟预备区，
那我就用对讲机跟我们同工讲说，同工，我们准备这个工程工作，我们来集合。我们同工会说又是什么工？但是没有，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一个，结果两个在吹冷气，结果是3个。我们就那个五姑，我说五姑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好好的抬你们。我们抬的时候，我们就用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带着喜乐嘛，我们就像在抬新娘一样，我们一直唱歌呢，上到楼上，3个都一样。然后他们说要帮我们抬到后台，后台好，我们又去后台，然后结束一样帮他们抬到车子上面。很感谢神，如果不是愿意委身服侍的时候，我相信不可能。但是我们兄弟松木部都愿意，当天已经很热了，其实他们衣服都是湿的，但是他们愿意来委身来服侍。我相信这个祝福也会祝福到他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姐妹她们很愿意来比赛，她今天是准备很久了，我们就愿意帮助他们，也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好，下一个，好。那当然，我们这个延伸的服事，能够见证我们兄弟弟兄们的手中做工、心存感恩的信仰的行动。不管在各教会以及宗会，我们都能够成为主使用的器皿，让信仰在劳动中发光。讲那么多的事工，它一定需要很多的经费。那我们下一页，好，这个经费我们来看。我们很多的服事，很多的造就，那我们评估，我们也算过，我们1年大概要使用50万，从人事开始，一直到整等共15项的支出。那我们的经费要从哪里？这个只是不包含在5比2语，所以我们的经费来源就是兄弟奉献主日。以及个人奉献，跟教会的奉献，还有所有其他的奉献，期盼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支持，无论是用金钱奉献，或是用祷告，来帮助我们兄弟事工部在各项事工中都有神的祝福的带领，也让我们在每一个活动当中都有神的恩典。带领我们的兄弟团契，就如同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是的，我们身为父亲，在家庭是个很重要的。那我讲一个短一个就好了哈。我刚刚退伍，那我之前是军人李忠以前是我的同事，然后我10几年都在海上，没有在家里。那我10几年后才到陆地。那时候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就说神啊，可以给我一个，我跟神求说我要到陆地，然后我愿意服侍。我就是祷告，主意当天我们拿不到派令，为什么拿不到派令？可能还在执行中。当我拿到派令的时候，我就来到了我的退伍前的一个单位。我们知道那个单位是从来没有人调过去的，然后我不知道李忠怎么调过去的，但是很感谢神，让我能够在这个单位，我能够在礼拜3、礼拜5、礼拜6带孩子或是青年，礼拜天我都能够参与各在教会的服事，因为我跟神求，我想我要服事。我能够稳定，所以那时候我调过去之后，就是上下班。上下班之后，我就很有时间参与服事，因为那时候还是有跑舞狮班，我们有时候练到快11、2点，孩子们在车上睡觉。但是感谢神的带领，让我能够这样子的服事当中，让孩子们看见，孩子们也不会说。爸爸妈妈，你们怎么那么晚？或者说你们都不带我们出去玩，都不会。就像孩子们，我对他们说，
你们要去教会。从小我们的灌输就是要常常去教会，时间到就去教会，一直到现在，我们不用说，其实他们也都知道要去教会。就有一次，我跟我的孩子说，你要不要去？因为他在练球嘛，我就说你要不要去训练？但是是礼拜天。但是孩子们回答的时候说：“爸爸，不需要，我觉得我们去教会比较重要。”那时候因为在车上跟孩子们对谈嘛，我老婆我的姐妹就看我，好，我就知道，从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去要求孩子们礼拜天要出去或做什么，我知道他们抓住神的时间，因为他们也看着我们家里人都在礼拜天谨守主日。他就有一次告诉我说：“爸，你要去哪里？”因为我一直叫他们去教会嘛。我说：“爸，你要去哪里？”我说：“没有，我现在要去当裁判。”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当裁判，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升到A 级，所以我一直想要去考。但是我的孩子们就说：“爸，礼拜天呢，你真的要出去吗？”从那时候我就一直想，我说我一直勉励我的孩子要去教会，那我自己呢有没有谨守？所以从那时候毅然决然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当裁判部，就说好，我就说好，我就打电话给我们的裁判长说我没有办法过去。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再去当裁判。讲这个其实就是孩子们其实也都在看我们在做什么，就如同跟孩子讲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但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不出话来。感谢神，孩子们愿意倾听，也愿意在教会来服侍。所以弟兄姐妹，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退伍不是结束，我相信退伍之后，更多的机会能够在教会、在社区、在部落来帮助更多人，也让我能够不管是在教会啊、部会，或者是社区，我相信神都会大大的来带领我，所以这是我小小的一个见证。我们作为父亲的。是的，我们要倾听。就像牧师讲，我们常常把面子挂在脸上，或者是我们不愿意跟孩子说：“孩子，我爱你。”很难。但是我常常都跟我孩子说：“孩子，我爱你。”我要抱他的时候就跑掉，因为现在孩子不会让我们去连讲话都不太跟我们有太深入然后，所以很感谢神，让我能够一起学习在这样子的事工。也愿神祝福我们兄弟事工部在各个事工上都有神的带领，也愿神祝福我们教会的兄弟团契，把更多的人带进教会，让教会男人也能够成为那复兴的支柱，让这个教会有男人来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期盼的。也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也愿神祝福带领我们一切平安。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邀请我的同工到前面？因为待会我们要唱一首歌，我们不唱，我们下面来过北夜。好，同工，那我就请他们自己先自我介绍了哈。好，那我们先从我们的顾问。大家平安。我是前任的部长，我是永文乐教会，现在是执事。我从事那个离太阳最近的那个铁工了所以在座有人做铁工，没有工作可以找我。上班吗？大家平安。我是平山教会李永生执事。我
保模了，对，目前没有缺工啊。怎么会没有缺工的问题？人点够用就好。哦，好，那我再自我介绍一次啊，我是玉泉教会的执事。那目前我在马家湖中，很感谢神。当我踏进教堂，我看见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了，其实是蛮快乐的，因为他们愿意能够在这个地方。哦，你看罗毅他们啊，阿瑞他们那些哦，他们都很乖的在学校，还好你们就上教会，感谢主。大家平安。你们两个刚好是吗？我就不用介绍了，然后大家都那么熟悉了，不要我站在前面都是政令宣导，不要了啦。对，那第跟咱们想讲顾问，第古建者，哦，你看，抱歉，他是泰鲁格族哦，泰鲁格族的哦，你看，感谢主，他愿意进入我们台湾中会来服侍哈。这个也不用了，刚才已经讲无语了，我也给他们办以上。好，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因为我们兄弟事工部没有卸任部员嘛，也有邀请新的未来的部员，所以我们也请我们北业的同工也可以一起来，献三首新希望，让我们都很有希望了哈。没有排演过了，对。
好，谢谢我们兄弟施工部做一个简单的请安报告及影片分享。刚刚部长讲到了重点现在物价都涨了这个非常的重要，物价都涨了。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兄弟团契，本教会的兄弟团契献诗。Na amati asmas。演唱会。
严谨奉献。我们请我们的弟兄使用光。怀念努力，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与慈爱，感谢你透过这样子的兄弟奉献主日礼拜，来献上我们弟兄的一个感谢。主啊，谢谢你，不仅你供应了我们一切所需，你也赐给我们平安与喜乐。那在这边，我们要用金钱、时间，自己全然的献上，求主来悦纳，并且在我们教会及我们弟兄的事工上，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我也在这里恳求主，主啊，感谢你透过牧师的话语，也能够让我们在座的弟兄都能够来在各职场领域成为信仰上的属灵真男人。主啊，我们也在这里恳求你，在这个奉献当中，愿主保守奉献者的双手，能够做一切都能够尽都顺利，并且也能够保住他们的身心灵得以健壮，
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公祷。因为今天主要是兄弟主日礼拜，那今天公祷的代祷事项，就是以兄弟主日来做一个主要代祷事项。当然，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想替谁代祷或是生病了什么的，你们自己可以自行摆上。好。那第一个我们所要代祷事项就是有关于我们兄弟事工部5饼2鱼以及2026年今年度相关的系列活动。当然在我们也知道，在兄弟事工部在奉献上，在经济上是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因为要使得事工能够顺利进行，当然都要借助各教会不管是人力或是心力代祷事项祷告，使他们能够在各事工上都能够顺利。那第二个就为今天的兄弟奉献主日也摆上祷告，并能蒙上帝的悦纳。第三个也为我们本会的兄弟团契我们也知道我们兄弟团契之前到了中年会之后，我们的人数你也看得出来，只剩下个位数，你知道个位数吗？不到10个，那个叫个位数。我们现在主要的心力是把人找回来，可是嘴巴上这样说简单可是实际上你要去执行还是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一直强调，跟弟兄们强调说，我们把人找回来，一定要先从自己家里人先找。如果我们自己家里人都找不回来，我们也不好意思对外人说，你来上教，人家会回应说，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家里人都带不进去。我们也是怎么讲，执行上就是比较困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这里线上祷告，能够帮助我们在人数上明年能够突破个位数，来到10个人以上。那第4个就是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在从事各行各业都有非常有危险性困难度的也在这里将他们的工作各行各业的工作也都摆上我们的祷告当中，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上都能够非常顺利由主来带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6月份出生的兄弟姐妹请6月份的弟兄姐妹们出生的待会到台前来，我们也为你们做这个代祷事项，能够在生日过后一直到来年一直到以后都有主保守每一年的6月份你们都在这里好，6月份的就1个人还有吗？还没有6月份的小朋友呢？那我们公祷结束，我们就交给我们的牧师做最后祷告。我们一起祷告。
kama sanga soi tadi orang, baik nama dia dia orang sungai macam mereka soalak, jual ni madara lagi, jual ni butik, jual ni ada kena bu. Kama semas, kita zaman nama orang tua su insangan su tinakan dia malu. Namanya kita zaman nak kau orang tu su tiap-tiap dia malu jadi dapat senang orang nak darat. Saya terus sudah kiringan untuk su kiliwak, kiringan untuk su picor, nak kiringan untuk su kismai. Baik nasi ini kama semas itu mereka senang. Akis kau terus sudah biasa tua kita tuan wala alai ciukai, ayo wajah ciukai masih. Salingamen tu disuna mana bau picor sana bagai sikap mangua, no ciukai, no kiukai, no mereka sinja akan ribu-ribuin lagi sama lain. Ayah kena inu dia bagau-gau apa tengah di Yesus Kristus. Amin. Amin.报告阿斯玛拉，我们请我们的弟兄神灵来做报告。让这个报告让大家平安。哦，刚刚部长在报告说震撼力很强，哦，我不输了，拿他菜。这个出来的周报，这上场呢，你点了个teman-teman Luku Jihang, Cao-Cao, Mandura-Pura, Timacili, Iking, Kujun, 30 atau Rusa Pura Apatan. Luku Jihang rihai 50. Usaha Kujun 20Tinggi. Itu adalah台南新丰教会那个长职，50多都蛮嫩，26个，26个。Jual untuk terlihat sesuatu pula tanah lihai, dijual mantai atau manpitu, 107位。那kita ke sesuatu mantura pula atau mansiwa. Ni juga si, juga mantap pula atau manpitu. 5 idai, 50 tinggi, marusa sisi, nanti dalam material. 星期六，马聪聪，马斯巴。Usai 50 tinggi. 礼拜天40 atau 44, Siwaidai 30 atau perawatan tinggi. Lalu hari 礼拜五呢家庭祭坛一点，那样的家庭祭坛你就要满带带40 atau masih cocok. Lepas tu ada tinggi, kasi dia tua kejonan ada sekolah. 蔡美琴郭准。 林华志郭准，高礼忠50郭准，董莲花50郭准，许春妹郭准，陈玉慧牧师50郭准，林美荣50郭准，洪云霞50代，汤武雄50代，那希望呢今天你就我啦50郭准50代，有不能一起精进，蔡美琴50郭准，林华志50郭准。 高礼忠50郭准50代，蒋希郭准，蒋毅郭准，黄木活郭准，卢美惠郭准，叶浩庭郭准，吴雅云郭准，吴文明郭准50代，董莲花郭准50代，苏拉罗穆尼郭准，许春妹郭准。 陈玉慧牧师juga kujul sa alai aja jomo ni sikingki man takulo tomas padan kingki sepataulo ora kujul sa umai dai sia kingki 蔡美琴kujul 林江花kujul 陈美惠50kujul
陈永生，Sakurusa 买来，蔡金花不准，林永斌不准，林兆俊不准，卢玉花不准，杨家平不准，林祖君不准，热在两时间当单不准，让他听听，就满大不了什么气的，过了马不准买来。大军民听听，李一飞买来，林子俊买来，洪文明不准，要是不准，要那么在这里多13世纪不亚于200。ada kiki nga mula tan ada jua alo kujo sa dai dai 我现在的时间呢，在这里来修改7月1号礼拜3祈祷会，我的基督时间以陈桂英主席，罗岗吴雅莹姐妹，我的时间呢是修时间的你罗岗，阿罗苏拉丹。10 atau 5 makaran atau 20 atau silakan门徒训练暂停1次，或者是传理的时代正月组要教时代有信徒关怀组。7月3号礼拜5亦都改特厉害1公里那个们的证明生dari 8我的基督时间以高理中指示2公里。注意的晚上，这个博士班的罗金兰主任牧师3公里，萨迪拉班卢美惠，这个博士班第1长老陈冠全长老，5公里，注意马巴里，这个博士班的陈义会教育牧师5公里，达拉达，这个博士班的陈雄光指示。Utamanya no nichuo的布施干打，我们他妈拿国际行打国际行，是我们慈义会教育牧师，我的司仪李连长老、金光长老，卢岗，我们他妈拿6点半雷金秀姐妹，9点半是胡雅云姐妹，视线，我们拿6点半是李喜珍姐妹，9点半是李志明指示。多报告是曾云成指示，我们马祖达斯兰路的teman-teman领唱是诗班，献诗是我们的女刚性主日学，音控是名为长老，插花是第5组，读经由我们青年团契，招待是信徒关怀组，主日学教研信息分享是陈恩。老师有贺挺、子提、郑文、朱军等5位老师。我这边的50路礼拜天的，因为该呢，我们大家呢，比柯一花长老，其他团契都没有，都没有聚会。来，我们来读我们6月份的京剧诗篇第121篇1至2节，来，把这个里。读出是我们兄弟奉献特别主日，非常感谢我们台湾中会苏部长以及前部长张正雄，以及我们的部员林永成部员朱雄光部员来这边请安与报告大家也为我们的台湾中会施工部跟我们本教会的兄弟团契来继续做施工跟代祷。
6月29号，这一位牧师，我们在马卡巴参加教育事工部的定期会议。有7月3号到4号，礼拜5、礼拜6，台湾中会青年事工部在台湾南教会要办理青少年日光营。7月4号，礼拜6，中会教育事工部在五潭阿布丹教会办理主日学教员及家长主日亲子讲座。7月5号，这个礼拜天，礼拜后，明天协商会员的祷告跟长职的定期会议。7月12号是我们本教会1年1度的感恩节特别礼拜，有请安排服事的团契，还有家拜及兄弟姊妹们做预备，来颂扬我们的主恩。Sebagai orang ini dia baru tua kita sama maka dia sejak dan ini jangan ada semas karena sudah maju。这一点，主要我们这个是那个吸眼光，你就拿等来有一个可以自行去取用带回家阅读。改成第一组，下礼拜的插花改成第一组。好，那个插花改第一组。第一组记得啊。今天我们有新朋友，一个是严先生，跟那个这个什么？严先生在哪里？刚离开。对了，我哋做高点不出去了，对呀，那做完了，马到你开始马了，你就要补充，底下林长老会补充，让来不？中年会等一下办庆生会。好，你们的会长声明报告，你们老年本地的电视台留下来庆生会，来红花的咱们大高对。还有妇女会也要留下来，要庆生。好，你们妇女会待会也是一样，要留下来。我们今天的兄弟那个比较大。安内咯，怎么了？对不对？好，谢谢我们弟兄陈立文所做的报告，非常的清楚。应该可以固定报告我们。对，不是报告，请记录。好，颂咏第248首，会众起立。有下周服侍的同工们，请到台前接受祝福。Ito sa pinalamakan, mani-mani kamasama ito niya lehay. Puluhan niya at sumungan. Kaya ito ang maraka na malindirin niya ang talusun. So sa kaundan doro kiskal tayo ay siyukang iba dito sa kiukay basili. Kaya ang ganyo giso na nakizang papupunsakuan na pisor, magizang ito aso sayri. Kaya nagibusan sa nga diamalo, isi kamangwa nga maraka suwadan na masang suwadan. Kaya ito di mawada-wadayaman, murukiawagan. Kilibag, wada kamasama sa italibaba. Abas uling, wada mayroong at Yesu Kristo. At isang, wapiso timiyak,
Muatara balabasan na wala kumuha sa mas, wala sa pagkisang itanumod, kamay ito sa pagkabalaw. Amen. Amen.有没有要补充报告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起立到平安，有吗？人数75。好，人数75人，75吗？请确定啊。75哦。好，人数75人。好，大家请起立。布道平安。平安。愿主保守大家。所有的弟兄团。